每日搬運垃圾桶嘅前線員工面對嘅唔單止係體力負擔，仲有潛在嘅安全風險。今日我哋一齊睇下有啲咩新方法可以減低意外、提升效率。房署率先引入搬運機械人，以創新科技改善清潔工作。機械人識感應660嘅標準垃圾桶，幫手搞掂重複辛苦嘅搬運工作。滿載可以續航6個鐘，負重達到2噸。配備 3D 激光雷達同感應技術，見到障礙物會即時停低，確保安全。無論係斜路、凹凸磚地定石屎地，都可以穩定行駛。車輛起步，請注意。完成任務後，會自動返去充電站休息，無需人手干預。F3唔止係機器，更加係清潔工作嘅好拍檔，減低工傷，提升安全，令工作更輕鬆，提升效率。